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啊！踏入7月嘅啦，或者叫做咧2025年嘅下半年嘅啦，究竟咧綜合成個市場有啲咩好，有啲咩壞，同埋咧我嘅綜合睇法咧係升定睇跌咧，同埋咧個人做法嘅咁啊，不作為任何投資建議，純個人分享啦。錄影時間咧2025年嘅7月2號星期三下晝嘅1點55分，Bitcoin 做緊10.607嘅呢段非常有聲咧，想做呢睇到非常想睇晒成條影片咧。歡迎大家訂閱啦timing 好緊要8蚊一日，遲啲16蚊一日，放晴一3-4蚊美金一洗。即刻睇睇啦，睇睇少少嘅下半年嘅一啲基本資訊先啦。咁啊，過往嚟講咧，第三季通常麻麻地喎，即係話今日同埋7、8、9月咧都係叫做第三季嘅10、11、12咧就係第四季，而見到咧咪見到第三季咧都係咧以太幣啦同 Bitcoin 咧第三季都係麻麻地嘅，比較多紅色嘅部分，而當中嘅跌幅咧。都可以達到雙位數嘅，咁啊小伙子係咪唔掂咧？咁啊就可以再細分嘅。咁今年咧就係呢個 halving 嘅後一年啦，或者叫做所謂牛市年啦。咁我哋可以望翻咧前幾次嘅一啲記錄啦，你大家望望啦。2017年係非常之強勁嘅連續嗰兩季咧都係爆升啦，雙位數甚至3位數嘅升幅。咁即係可能記得呢個2017年啦，幾千蚊升到2萬蚊。咁啊之後啦，去到呢個2021年咧。都尚算一個，即係最後嘅一個我記得嗰時7月21號之後直線爆升到11月，係嘛？升到咧6萬8。咁啊，今次咧呢個2025年啊，即係再加4年之後咧，咁啊暫時咧都係一個開端，咁未知道啦。咁啊用翻以太幣啦，咁啊都係一個尚算一個非常之好嘅環境。咁所以歷史角度嚟講咧，暫時 OK 嘅。喂，未睇呢個 topic 嗱嗱聲啦。市場好多變，好多資訊，好複雜，叭叭叭咁。但係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將邊啲資訊定為一個權重較高啦，同埋咧，確定性較大咧，咁我就嗰個為之預判嘅力度會較為強啲嘅。咁我將成個市場，我諗到，我睇到，我覺得咧成朝睇完有啲資訊咧。輯錄咗落嚟10個利好同10個利膽，咁最後咧俾自己嘅睇法結論，咁啊你自己睇睇啦嚇，聽完之後咧再做自己嘅研究7月嚟講咧都係兩個日子啦，7月3號失業同埋呢個非農，咁同埋咧7月15號咧就係 CPI，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，由於呢個關稅戰中國咧加咗啲可能10幾20%嘅即係可能入口美國嘅稅金之後咧，個通脹咧。有可能會上升翻啲啦，甚至失業率亦都會有影響嘅。不過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咧就係呢個期貨顯示9月減息機會咧已經大到72%㗎啦。咁啊同埋咧12月咧已經減息3次機會更加大喎。之前咧減息2次啊嘛，今次減息3次機會最大嘅，超過50%咧係減息3次。咁暫時咧利率走向同埋呢個貨幣寬鬆走向即係話呢個。流動性咧又再急升啦，咁而家咧講緊咧最高見到113點幾113咁滯啦，接近睇下先114咁滯，sorry 114嘅，咁啊之前所講咧114嘅，反映價格咧大概係呢個8月度啦，咁樣望下啦，即刻睇睇9月頭啦，咁個價格咧大概17.8萬嘅，咁保守少少咧14.8萬咧就可能開始買啦，就差唔多啦，講係咁講你自己去參詳下。咁呢邊啦，有咩內容小伙子BTC 價格呢啦，10個利好啦，同埋咧小伙子指數嘅，咁會員部分咧再講埋利淡啦、大戶啦、挖礦指數啦，同埋咧其他嘅數據 USDT 同埋嗰個 USDT Dominance，同埋市場呢個好多新嘢喎，即係話呢幾天有嗰個叫做股票上鏈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話題X-Stock 同埋呢個Robinhood 咁都。期待住呢個 Ondo 同埋 Plum 咧會有個比較好嘅表現。咁最尾部分先再講啦，睇下啲 BTC 價格 update 先。冇嘢睇講完。1小時圖中性一陣間講埋啦。我喺上一條片講過話4小時圖唔靚仔，跟住話咧10.5千蚊有比較大支持啊嘛，見到呢個位置咁我哋撳翻4小時圖拉翻闊啲。跟住咧，再拉翻一啲歷史嘅一啲交投記錄、換手記錄嚟講咧，都係10.5千咧比較多嘅一個換手啦。咁所以呢個地方咧比較大嘅支持啦。咁同埋咧，之前講過咧4小時圖咧最高位置有個死亡交叉啊嘛。咁而家呢個反映咗去翻中性啦。咁所以咧冇乜嘢講噶啦，全部中性。去到1日圖都係中性嘅。咁中性所發生嘅交叉咧都唔係太大特別。而最重要咧3日圖嗰個死亡交叉咧，希望咧係似呢個
2021年嗰兩次罅仔啦，因為呢兩次咧都係由流動性所帶動。嗰個叫咩？吉普車跌咗落個屎坑度跟住咧有個強勁嘅摩打就係呢個位置。咁啊，之前所講啦死亡交叉咗咧，都唔能夠都能夠逆轉咧，就係靠黃色嗰條線。咁啊，今次咧都係相類似嘅原因，都係因為黃色線升好多啦。咁同時間咧，死亡交叉度真係好危險嘅。之前所講即係呢個位置，同埋高手大會都有啲離場。咁啊，最尾部分先講啦。咁啊，睇翻10個利好先，我知而家成個市場好混亂喎。又話咩流動性上升，跟住又話美股創新高，跟住又話咩關稅戰冇事啦，伊朗冇事啦，巴拉巴拉。咁但係咧又話美債又唔出聲喎。之前話美債6月到期又冇事咯。咁而家咪全部一片向好咧？咁我就話唔係啦，當然呢個世界邊有咁正啊？咁但係咧我覺得利好嘅因素咧，比呢個利淡因素咧嗰個反應能力更強。咁啊，先睇翻啦，10個利好因素唔使講啦。第一個流動性係10大教訓之首。咁啊，流動性咧而家一日圖咁，所以但係咧唔好諗住話咩幾時反映嘅小伙子。咁之前同大家講過咧，大概反映嘅第一樣嘢先，個小伙子係咪一定反映先？咁啊，呢度黃色線升咗喎，係咪一定反映先？我我應該咁講係咯。有冇幾時唔反映啦？望俾大家睇，自己望黃色線同埋呢個幣價嘅關係。咁啊，第一樣嘢啦，就係密切關係啦，呢兩個。咁有人研究過啦，大概80%嘅走向咧類似嘅。咁啊，同埋呢個流動性已經係shift 咗去右手面嘅78日。咁啊，而家咧小伙子有冇一定係反映咧？咁啊，而家咧望翻有冇唔反？即係我哋簡單講望升嘅部分啦，反映咗啦，反映啦，而家未反映，反映咗啦。咁同埋呢個位置都反映咗嘅。咁但係咪一定反映咧？我哋望翻啦，再之前咦唔係喎，呢度唔跟喎，呢度係唔跟啦。如果流動性不停升啦，呢個個幣價不停跌嘅。咁所以咧要睇。